強烈風颱班規特別加掛，南投縣政區對山區較高出現土石崩塌的所在來加強監控。其中，在德山的崩山谷，水保署、南投軍署冇斟酌來監測。當地里長表示，現主時的水已經消透真濟。若南投一寡風景區嘛攏提早休困先關門，請遊客先落山。慢慢來哦。風颱包圍特別來啊！清境農場的工作人員咧拆看板還有布棚，避免讓風颱來掃落來，嘛趕緊把羊仔叫回來，準備來避風颱。清境農場已經在昨天宣布，自9日中午12點起實施休園措施。另外，德山的加佐寮溪頂懸的崩山湖，水保署、南投分署有繼續咧監測。當地里長表示，現主時的水已經消透真濟。除了風颱過大崩山，若無應該會把那些土石清出去，然後掩曬物會突然消失了。屆時颱風警報發布以後，我們會成立土石流及堰塞湖的應變中心，隨時監測這個堰塞湖的情況。針對過去落大雨來發生災情的信義鄉山區，目前已經加強戒備。有關信義鄉東寶村到95線3.3公里的邊坡，官府嘛打算是拜五暗時8點先封起來，看風災狀況，才決定當時要開放。避免我們的貓羅溪這邊所謂的暴漲，那移延到市區有9台的移動式的抽水機。那對於在山區的道路這邊，那如果有相關的一個土石崩塌，我們也特別要注意，那也盡量不要在山區逗留。南投的山較多，南投縣政府應用強烈風颱挖緊，已經先展開預防的工作。南投市區地勢較低的所在，嘛有提早應變，望會當平安度過這屆風雨。記者楊秀南投報道。